好大家等，好大家等。咦，你咩过来？我你妈袂饲啦！啥物？你啥啦？阮兜猫咪起来我的电脑才有袂饲。哦，猫仔才是正港的炸弹啦。嘿，好，我来开一下场。好，大家好。我嘛是。嘿，今日咱要来用台湾话拆炸弹。嘿，等下，因为我头壳顶有一拍火，小等下无细字烧起来就害啊，所以我要先甲伊禁掉。耶！嗨，我好啊。我来再讲。哎，讲。我刚刚去鸡仔汤，就是要拍。你讲我这个画面啊？就是要拍落来埋头。哦。哇，弄着有声，别甲人讲。这歹。弄着有声。人是摕巴达，你是摕鸡仔汤。所以我确定者，即马大家拢一定开了对无？我开好啊。等我食我。你嘛开好啊？嘿，遐面袂记。自我。安尼我差不多30秒，我去开我的场。好，没问题。马上。拍照。我没有特技。顾少安。我先食几撮饭，等你。那个大家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等下我先甲遮mute我淡薄。没有问题。紧张咯。紧张，去。因为是人来跳炸弹。啥物？哦，你是讲三妹啊？无。我想讲。其实我平常时间嘛是讲啥物啊？毋过你要激一个款的时阵，就调讲无共的腔口。对，啥物？哇，安尼甲迄个日本的 anime 内底嘛是有类似的即个调讲无共的腔来表示即个。调讲做效果。原来是安尼。咱台湾的腔口足济，会使做足济无共效果呢。我毋捌想过。对啊。有影。这种情绪嘛，会使用无共的讲法。有影。我想到一个嘛，足明显的，我家己啊。哦。上尾甲人问代志时阵啊，平常时啊应该问，啦，问啦。你讲问哦，我哪讲问呢？就抢啊。就抢咩？就抢，两个因就会变做问啊。我头一摆听着。哦。那问代志，毋是上尾有一个事，大家拢会讲晓，但是你这边是若是我要调讲，计较歹也是要讲算笑的，变做你。哎呀，即摆大家拢讲你较济啊。嘿啊。咱诶就是，毋管是调讲还是啥物，就变做大家拢会讲你。我是调工，虽然淡薄歹势，毋过我是调工的，就是计较歹就是。自然的啊，你靠袂你。平常时啊，拢是会讲无你即摆是玩，即摆是要玩假笑。那 Hello， 大家好。嘿，敢有听到？有声。我听的声音会使啊。会使。阮准备大家做伙来开始，安尼。大家要先迄个自我介绍一下，为以你开始。我当然就要多搭一只飞机来。你在食饭？时间食无拄好。我来甲观众小姐。先甲观众讲一个，就是讲今日阮有一个代言，两个人是迄个搁咧食饭。对。我无食饭。我食饭。食饭无药，我无食饭，我食饭。今日4个人咧拆炸弹，一个人咧食饭，一个人感冒，一个人身躯拢是火，安尼。对。那伊个火爆拍，真诶。为什么火是头壳顶个火无啊？这我昨改装诶，我这做安全诶。袂倒起来就好。对，我皮，我为着今仔日即个害性，我去甲我皮更新好啊。
真的，真好。大家看就会习惯的呢。要紧，看久的惯势。好，这边阿曼阿姐歹势，我想，好，我吞落啊。有样哦。现在伊拄好是第一个要介绍的。结果经了毋着时间，读一水杯是吧？惨。好，大家好，我叫伊利啊，即马我平常时 YouTube 伫咧做放送啊，平常时拢是拍电动。即马即马较有时间讲台语是较拄好伙子来招讲拍电动，所以才有机会来讲。啊，平常时拢是用华语来放送。那要和我交流，也是要来开讲，拢欢迎嘛，欢迎来我放送的时间来看看，坐开讲者。就是安尼。我会当问一个疑虑，就是讲你是一个叫做啥物草，对无？你的迄个台语是安怎讲？迄个草的名？土鸡母，还是我会记叫土鸡母，还是？等下，我顶回吹到的，买樱花也是土鸡母的款。伊名真侪款。好。啊，想要问伊你敢今日敢有信心？我有信心会当活落来。哪只哪听，应该是算讲有信心，因为进前有听过2届，应该是还可以。你有听过？我有听过。我嘛有甲我朋友有听过，毋过因拢讲这个 game 伤紧张啊，因拢无要甲我算。咁咩？真趣味呢？系啊。对啊，因拢会感觉讲迄算伤久，迄对心脏无好，所以因拢无啥物。都介意算。对对。啊，无啊，佢用播啊，较低嘛，帮伊尔。我对卡着死去尔，无要安怎？哇！看到亏的呢，一百尔，看到亏的，一百尔无啥啊。都无一百。安尼我确定是，安尼我来开始，迄个大家好，我是阿修罗赖巴，我毋是朋友，我毋是你的朋友，嘛毋是你的爱人，我只是一个伫咧地社会咧卖军火的一个商人尔。对，为着要征服这个世界咧，我每一工拢咧关心这个社会。对，阮今日咧要来听这个炸弹，我是真正做无信心的，因为我感觉大家拢感觉都做危险的感觉。对，特别是阮内底有一个人，那像规身拢是火的感觉。对，那火若倒起来就害啊。对啊，我淡薄仔烦恼啦。一开始就讲啊，你若看到火来，你就爱走啊。安尼，阮请一个火，这个箱啊，要安怎讲？来介绍一下你家己。好，要安怎讲？真简单，来叫我阿火就好。我原底是一个做缘投的人类，毋过我无细字就走去异世界了后，煞变做一个箱仔妖怪，所以就变做这个形啊，这个四角的这个形，有啥？我平常时咧创啥？我平常时我平常时就是我开台拢主要是算电动较济，毋过我嘛足介意甲人开讲，所以我有一个系列的开讲节目，叫做脑壳能。即马敲电话迄个脑壳能，嘛叫做哪有可能安尼？若是有 VTuber 朋友咧看诶，恁会使甲我等一下信息，你们可以私讯我，就会使来这脑壳能来算哦。我平常时开台是台语较济，毋过华语也是英语，我嘛是看有会晓讲，所以就是恁会使用恁惯势的语言甲我留话，我拢会回。你迄个节目内底拢会讲啥物啊？虽然我去过啦。我拢讲啥物？你是讲脑壳能哦？脑壳能就是。对，我想讲介绍一下脑壳能互大家。好，就是我拢无咧制限迄个主题啦，就是看来宾想要甲我讲啥，我就甲伊讲，我就甲伊讲啥物，还有啥物？对，大概是安尼，了解。毋对。若是讲迄个，若是讲 Pokemon 迄个伊利是算是草系吗？
算是草系，应该是。安尼阿慧算是啥物系？哇，我想看卖。对啊，我记得我插头做的呢，我应该算会啦，会啦。哎呀，应该是会，应该是会啊，会倒。啊，为什么阮今仔日贴早段有一个会，规身躯可能有机会人伫遮？啊，不要紧啊，早知我就莫来啊。无啦，就是哦，开讲是有人讲是幽灵系，对，鬼系。哦，感觉讲我看起来像鬼啊。对啊，伊感觉你看起来像鬼。敢有遮恐怖？毋知。应该是袂啦。应该是袂吼。袂啦。我袂加人啊。安尼，阮来到迄个上后壁一个，这个是叫做是动物，还是个叫做心灵？我毋知，等下请伊介绍者，请着好好。歹势，我即马感冒，所以我声音有较低淡薄仔，不是会扫较歹势。无代志。不要紧。我是黑棍吧，啊，我会当叫我吃好好，啊，我就是每年，即马刚算是每年10月要抽海星，啊，我就是会晓，就是大部分都是讲台语较济，啊，华语嘛是会晓，啊嘛看有逐个写华语，所以讲你会当用台语也是华语，向我开讲拢会使。啊，我主要就是就介意看漫画，所以我未来一部应该是会介绍，就是所有就是一寡国家的漫画，因个历史安尼。哦，我顶摆有看到你有看到一寡 BL 的漫画款。对，我嘛就介意看 BL，所以讲嘛应该嘛是会介绍遮的物件。了解。所以讲你算是新名的代理人，啊，你有骂心吗？是代理人，我即马是见习生，因为即马还搁咧修炼，还未到代理人的地步。所以你还未有老心骂心吗？我无更新，即马无更新还未有。啊，若是到时阵初海的时阵，可能就有更新安尼嘛？应该是。无确定呢，爱看考试样结果安怎？因为阮老爱试样，对，所以讲试样有过就有更新啊。对啊，头我袂记问迄个阿慧，你感觉你对过今仔日会当活落来，你有信心无？阿慧？哦，袂要紧啊，反正上无就变去就死啊，都无病无痛无烦无恼无要紧啊。去一个更较好的所在。对，去一个对，去一个更较好的所在。去一个大家拢会讲台语的天堂诶。哎呦，袂歹呢，袂歹呢，安尼拖我怎么要做去？无赶啦。好，你对过今日有信心无？安尼有信心无？毋知呢，反正变去就变去啊，我无差。大家拢做有信心的啦，对变去做有信心。等下变去就开始叫啊。安尼才好看。啊，即马确定一个，大家声音甲画面，家己的海信拢无问题吗？会使。那不需要调整，咱伫个开讲室内底，大家会使提出来讲。对，那是开讲室有人，咱会使小调整者。对，讲啥物人的声音小崩，还是啥物人的画面怪怪，拢会当甲阮讲。那电动的声伤大，还是啥人的声较需要调整，会使拢讲者。好，安尼阮头一帮第一帮就是迄个伊利要来贴即个炸弹，伊要我毋对。你要一边一直食面，佮继续贴是无？我早就可以反正。伊老实在无差啦。你无差，我是袂要紧啊，我是惊你等者贴到一包计着。袂啦，我纯通娘应该也会使。好，我遮是准备好啊，阮等下就是讲我会先讲迄个，我会讲迄个说明，啊，若是大家要看说明的，当看我遮啊，我甲迄个，我等者我甲迄个伊利的迄个连接，等伫迄个开讲室，等我者。那我想要问一个，嘿，我
我他都在烧敢有收音入去，应该是无啦吼。无讲过最严重的感觉。安尼不要紧，若讲我要烧进前，我先定下一个。不要紧，会使体谅。对啊。哎呦，咱今仔日有做伙来跳操场。啊，那呢就爱小过一下，然后搁爱加食滚水。对啊。好，咱今仔日，我等下，我小等我一下。咱今仔日做伙跳炸弹的主播，咱连个拢放伫个下骹，若要看啥的，拢会使点入，甲因喊声支持者。好，安尼我罗伊利在那边，在哪？我去食啦，等下好。你就去。好，差不多。啊，咱就家己来设定讲有几个机关，还个时间呢？好。哦。安尼我先，咱就先3个好啊，上少爱3个啊。哦。我看一下时间5分钟。先5分钟，嘿。也无那边先推一下感觉。顶回听的时阵已经是差不多3、4个月进前的代志。我顶回听是差不多1档前。1档？这讲久？我有2档哦。哎，你有影。我好讲有听过。无呢，我头一摆应该是讲我有看过别人听，但是我无家己算过。好，咱这好好讲指示的时阵是阿慧听，安尼阿慧要加油。嘿，我会加油。我那会等下黑白波，我大家拢崩掉。不要紧，无问题啊，不要紧。来，咱来试看卖。那呢，我就先开始咯。好，你开始，我就开始。好，来，开始啊吗？好，小等者，要搁你看。好 ，I'm so sorry， 真正有影，看无啦。2个等下有一个饲溜啊。用饲的啊，蓝色的，蓝色的，嘿，你是讲有一个 button， 有一个迄个，哎，对，哦，迄个饲溜啊，迄叫饲溜啊，蓝色的啊，顶头白色的字写音宝，啊，我会发音敢有对？我知影你意思，所以伊是蓝色的，啊，顶头写一个字是音宝，安尼对无？嘿，对。你会当帮我看一下这个炸大边啊，敢有有几粒电池啊？电池细粒4粒啊，大粒1粒。细粒4粒，大粒1粒。所以你讲迄个写音宝对无？嘿对。安尼，你等下就是试落去，你就马上放开，你试落马上放开。有过啊，2个这是。就啥？想想这机关票是啥？行路的。我算袂记。用名义嘛会使，还是用俚语嘛？Maze。It is a maze。哇。It is a maze。我听你讲几句的英语呢？我无较无直接讲英语。啊是，阮是红色的三角形，甲白色的四角形，啊2个箍啊。啊，是个啥？等下我即马咧做。好，无问题，就是爱控制4个方向。哦，我那是。等我听。爱行去哎哟。你是讲？一个三角形啊，就是咧走迄个湄公迄个物件。嘿，对。哦，安尼我知啊。好。我这有2组，所以讲先来跳1组。好。啊，我倒边这个是有2个箍啊，啊一个箍啊是上倒边搁上顶头一个。嘿。啊，刷落来。伫下骹2个了后，搁一个箍啊。哦，啊，你的三角形伫倒位？
我的三角形伫咧下骹的裤仔的正边顶头一格。下骹的裤仔正边顶头，你搁讲一摆，歹势。三角形是伫咧位倒边算过来第2排，位顶头算过来第3排。嘿，哦，嘿，所以顶头倒边第2排顶头第3排安尼吗？嘿，对。好，安尼我找一个要安怎走啊？等我一下哦。好，无问题，我食一个汤。你是讲迄个红色的三角形伫遐对无？嗯，对。你即马敢有一个白色的光点？白色的光点。我白色伫咧正手边算过来第2排，下骹位顶头算第3排。第3排。哦，安尼，所以迄个白色伫咧迄个正手里顶头算过来第3个，安尼对无？下骹算过来第3个，位下骹开始算。下骹算过来第3个，安尼对。嘿，对。安尼的话，我看者伊是剩1分钟，感觉做好。安尼你先为迄个，你先为正手一格。嘿，好。正手一格，伊了顶头2格。好。过来倒手边即2、3格。好。下骹一格。好。倒手边一格。好，搁第一组顺30秒。即马三角形是伫咧上下骹迄排，位正边算过来第3排。嘿。2个裤仔是位下骹算过来，下骹位下骹算过来第3排。一个裤仔是上正边，一个是咧位正边算过来第2排，第3排安尼。你搁讲一摆，歹势。无要紧，动啊！哇！哇！再会啊！无要紧，歹势，我头咧想讲。无要紧，上无咱已经解决2组啊。所以伊有3组是无？嘿，对，我搁用3个尔，上少爱试3个安尼。好，不要紧，我头想用，毋知影迄个物件是啥物。好，不要紧。安尼，要搁试迄感觉。我分享着无？有冇？嘿，是。好，既然讲头是迄个伊利一定爆炸，即马就我来听。嘿，无问题。来换阿慧，换阿慧来指示。毋对。好，安尼阿慧，你爱甲迄个关起来吼。好，无问题。好，等下我先甲迄个物件关起来。我先确定一下，迄个好好甲迄个伊利敢会看到我的画面。有啊，有看到。我做緊張。我看到這邊嘅。免緊張，莫緊張。頭伊利，你是算迄個第一個窄大迄個嗎？我是用自由模式。自由嗎？對。我來。你係咪？我無自由。我呢？你敢對？對，我哪全部自由呢？無要緊，應該是嘛同款，因為愛為介紹開始，而且嘛是5分鐘三組機關安尼。好。對，伊嘛是5分鐘3個機關攏共款安尼。對，應該是抑閣會使哩啊。好，安尼等迄個阿慧，你甲迄個你的手冊。我好啊。你好啊嗎？對。好甲伊利，你敢有看到？有啊，有看到手冊啊。有看到。好，安尼我開始啊哦。嘿，請啊。好。來。淡薄仔緊張呢。講看覓。那就即馬叫做 O 咧，等我知。OK。好。有。阿爸。就是有一個迄個大粒的迄個 button。大粒的好。伊是迄個黃色的。黃色的啊。黃色的 yellow。對。伊內底寫迄個刺落去。
小袋是，嘿，伊是黄色的，伊写刺落。对，黄色的迄个。黄色的。yellow 的你先刺阿麦棒。哈？刺落阿麦棒。哦。啊边仔是毋是有一条？啥物色？迄个红色的光。红色的光，你小等你迄个计时器，若是有1的时阵就放。我等我。嘿。好，出来。这过来是迄个一个4个 keyboard，4个 keyboard。刚好看到迄个 keyboard 迄个。嘿。有记号。对，有记号迄个。一个是迄个一个尾牛，尾牛顶头还有一个点。尾牛一个点，好。对。点是伫中还是顶头？中。刷来。过来还有一个迄个，我看一个，一个迄个雷公，雷公。雷公啊。雷公拍迄个电。OK。行啊。还有一个迄个那像一个人，一个人迄个。伊个手做底，手做底好。伊个力气个，迄个花叶力气个迄个。好。顶头一片，顶头有一片。了解。还有一个是迄个吹泡泡的迄个物件，吹泡泡迄个。好，安尼你照我讲的顺序哦。是。嘿，吹泡泡的。好，吹泡泡。迄手做底的人。手做底的人。雷公。嘿，月牛。尾牛好，过来起码有5条线，5条线好。嘿，要甲你讲熟无？还是？是咯，5条，敢有5条好。上尾一条啥物色？上尾上下骹吗？嘿，上下骹。上下骹是哪色的？哪色？红线几条？无红线。无红线，敢有乌线？乌线一条，伫咧上头前。安尼加上顶管迄条。加上顶管迄条吗？好，改掉啊！哎，所以过，所以啊。其实恁听的时阵，我真想要电销话，毋过看听恁遐紧张，我说。我真都紧张，因为我已经感觉到你已经。我紧张。对，我头仔想讲，阮2个人拢做紧张，若是有人讲话，我可能会惊着。安尼较好耍。安尼嘛做好耍啦，对。对。安尼阮着即马着专会来分享迄个画面安尼。嘿。好。我一个问题。嘿，请讲。因为我无算，我是要安怎？我要安怎分享？我要安怎分享？就是。你毋免分享，你着牵手册就会使。用牵手册，牵册用读的就好啊。手册，但我要去倒位牵手册。等我一下哦。来，给你甲表姐。我帮你吹解，等我。嘿，我啉一下饮料，我足紧张，互我迄个心理建设者。少紧张啦，袂紧张啦。我嘛想要饮料。无，其实我感觉大概啉茶。牵手册迄个人压力上大。对，因为讲我好，讲我上济。听早段的就是你讲要创啥，我就创啥。是即个吗？无，我在牵手册即个，我意思是讲我是要安怎牵？要安怎牵？等下看就好啊，观众看无袂要紧。啥物事用？要安怎牵？迄个好，你即马刚有看到迄个开阮遮迄个 DC 的开讲是有一个迄个文件。我知文件。嘿，文件你就是迄个家拍开了后，你的 PDF 敢会拍开 ？PDF。伊是一个迄个档案，你看会当拍开。我知伊个档案，我意思是讲，你要是看迄个手册讲。安尼无代志。OK 好。对。好啊。我讲阿辉可能做危险。莫安尼讲。等下，所以我应该爱听，我凊彩拣一粒无？敢会使？等下，阿辉，你即马讲有？我无自由。我好，你要历史啊？凊彩拣一粒。好，你了解历史啊吗？还是讲你个？知历史啊。
好，开始哦，无问题。凊彩拣一粒哦。华林来表演啦！哦，紧张紧张。哦，是，真正都水过紧张一定过，一定会过。啊！那我会猜人咧。哦，那只乌啦。我这敢会当开电话？有哦，有啊。有家己有电话。有一个蓝色的饲柳。那些饲柳，小等我一下，我看到啊，那些饲柳。嘿，顶面写饲落。那我饲吗？我想我饲。哦。过来咧，过来咧。过来咧，过来咧，来，好看。那你为什么？那对面有一个。啥物？顶面有一。倒数啊！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等下。这是什么物件？什么一类两类？你的倒手边，我看到啊。嘿。你就是那顶面若是讲显示一个一，而且是第二个按钮。对。第二个按钮。嘿。就是你不是顶面有一个一嘛？你的顶倒手边的顶面遐有一个一。你是第二个，是迄个四。你袂使看画面。你袂使看。袂看伊。对。袂使看。你是迄个物件，第二个按钮。呵，所以迄个写一个，迄个是爱饲伊的第二个。对。第二个了后，若是伊你饲下骹迄个第四个，就是数字数字有变的。伊会变。对，伊像数字是3。所以你即摆显示是啥几号？3号。3号好，啊，你饲第三个。好，红色。红色。伊第为上够变。嘿，即摆数字是4。数字是即摆即摆为上头一个来开始哦，因为伊重新过来一摆啊。若讲伊显示是4，你爱饲迄个4个。第四个。对，无数字4。啊，对，好 ，OK， 好，刷来是2。即摆很正，即摆是倒一个？即摆是2。2，好，啊你若讲即摆是显示2的话，你饲第一个位的。第一个位的好。第一。佫毋对。好。毋对。嘿。哇。即摆几号？即摆4号。4号。要蹦啊！你是第三段，阮阶段第3，啊，你饲的迄个数字共款的物件。变去。再会。后世人再会。就紧张的，刚刚用毋着吼，再会。真正足紧张的吼。再会。袂要紧，无代志，就是一个阿辉变去尔，袂要紧。阿辉，你敢有看到？所以你敢有看到个平线？我无试过，我毋知呢。小等者，我搁小调整一下，应该是。对，无听无烦恼咯，好害。哎呀，拢安尼啊，袂要紧啊。啊，等下好敢方便分享你的迄个荧幕。我毋是无开吗？伊无开。伊无开。啊，你无开。嘿，安尼咱敢是我无开啊。搁换迄落。你讲就然后我想换伊哩。我想换伊我来听，那安尼是，无安尼你无讲着呢？安尼你无讲着？哦，系对呢。啊是，这，啊是咱倒头过去，就是换。嘛使。我搁听一摆，然后即摆换阿修讲。嘿，我想一下，所以我即摆讲吗？还是？对，你先手册啊，我来听，就是咱甲头拄仔拢颠倒变过去。哦，好，安尼我听，安尼听。安尼我继续听。好。我共款凊彩拣一粒。等我一下，我开一下迄个手册，等我一下哦。我边仔嘛小偷看一个手册，这边。你们家地。
哦，真正是讲迄个做紧张诶，讲迄个手册啦。真正会。然后照诶手册讲，为啥物讲会是无听到？我看唔到。这我就唔知啊，因为迄组嘛较困难。对啊，迄组真正是做难诶。嘿，我讲因为咱看手册诶时阵会足紧张，啊，毋过伊字佫足济，啊，就会佫较迄个。嘿，我就想讲我要赶紧，啊，毋过我就无迄个耐心看字，啊，就会看甲毋知家己咧看啥。对，真正会安尼。想我头拄仔是安尼。我嘛是干那感觉。等我一下哦，马上就好。我们开始啊！好，来，好，现在录定者。好，请水。好，有4个怪怪的符号，4个怪怪的符号是 keyboard 对。好，一个是古水笑面，有两个，古水笑面，有两个甲我同款的目睭，足细粒的。是古水呢？嘿，你讲古水笑面啊，有两个目睭安尼？对，佮有一个字，嘿啊，过来第二个是迄个气膜糖。气膜糖哦 ，caterpillar， 做者卡迄个啊？无卡，就是迄个气膜糖就是毛毛虫。哎，对，气膜糖。我知。啊，一个青。一粒星，对，天顶一粒星，就是天顶迄个光细粒的 star。哦，我知，star，嘿，有一个是安尼有戏，你头有一个我毋知影是啥，就是你有一个你咧考定的时阵，你若是有迄个全形空白，伊会变迄个符号。安尼讲有人听。哦。那像一个 ox 一个斧头的感觉吗？无，就是一个对，一个斧头，就是一个斧头，剁手啊，迄个。你拄着啊，毋过迄个刀啊是迄个半圆。半圆，我知啊。好，安尼你听我讲，就是迄个你头讲有一个笑面的迄个形器，一个有吗？有。啊，过来就是迄个斧头。斧头好来，过来就是迄个鸡母糖，迄个糖，气膜糖啊，过来青，过来青，好，所以咱来加线有3条，好3条，安尼等我一下，我先看一下，3条啊，敢有红线？无红线，款无红线，3条啊无红线，安尼加第2条线，第2条吼，加落啊好无代志。好，所以有数字的，就是伊 keyboard 有4个数字，就是我头拄炸掉的迄个。哦，迄个做难的，迄等我一下。好啊，顶头即摆写的是啥物数字？即摆是1，即摆是1，是无？对。啊，即摆是1个话，你试迄个第2个位置的 button。OK。好。啊，迄个字是啥物字？刷来变做4。啊对，我是讲你头试的迄个第2个，迄个是啥物？我无记，靠腰。我袂记。应该是2。应该是啥物？应该是2 2。好，啊，即摆你讲顶头有啥物数字？顶头是4。即摆顶头是4。对。安尼，若是你头试的是2，你着搁试一摆迄个2的位置，啊，毋过你帮我看一个位置是倒位？好。哦，对，好，伊的位置是伫第2个。就是为倒手边算过来第2个。对，啊，迄个数字是啥物？数字是2。好，安尼试落。赶快嘛！毋对。顶来。啊，顶来吗？好，顶来。啊，即摆数字是3。3。对。伫咧3的话，你找第3个位置，啊，你帮我讲迄个数字是啥物？好，伊个数字是1。好，啊，你帮我试落。试落好。即摆出现啥物？出现2。出现2，安尼你头试的迄个，你头试第3个位置对无？你即摆搁试第3个位置。好。啊，这个数字是啥物？是3。3，你试落去。哦，好，我已经试落啊。
咱即摆应该是第3站。第3站，那有啥物？嘿，数字3。3，安尼你饲第3个位置，你看一下数字啥物？是1。好，是嘞。好，刷来，数字是4。数字是4，数字是4。头阮第2个阶段的时阵是饲迄个，应该是2。应该啥物？应该是2啊。应该是2无对。应该是2啊，第3位。等者。我知，你即马饲迄个，等我一下。第3个位置的，第3个位置啥物？是。安尼饲落去。好，饲落去。好。大家再会。这真正做困难呢，这做复杂呢，这做复杂的，我不要紧啦。我感觉上难的是因为真正有第3个位置，搁要记迄个数字的迄个。我唔知爱记，我都。歹势，这是我头无讲清楚。我会摕纸甲笔来写。阮等有经验啊，我等下对，纸来记。咱来为这歹势，错误中学是无啦，对。我懂。不要紧啦，死2概念袂安怎？安尼，我来迄个。我来分享。对，安尼。我来讲。对。头迄个你讲迄个毛虫是啥物？要安怎讲？歹势。气毛糖。气毛糖，好，安尼我有气，搁写做毛的糖。毛，原来是安尼。大家会晓啊吗？会晓啊。台语小教室。小教室用当名来话。对。迄个阿虎甲迄个伊利敢会，不，阿虎甲迄个阿慧敢会看到我的画面。有，我有看到我家己做古锥的。我看到。有看到吗？我看到啊。安尼等伊利。小等我一下，我小刷。我声音不会咁笨啊。你加食一个滚水啦。我安尼我去楼骹，安尼我去楼骹行水，因为我即马我地过来是冷的。安尼看你先休一下。我先小等一下。好，无问题。即马迄个我的迄个炸弹顶头有写讲，即个炸弹看起来做亲切嘛，做亲切嘛。伊讲话方式做古锥的。我白讲。写做啥款？要开始啊！好，通开始啊！好，安尼阿慧看会到吼。好，安尼等我一下。好诶，等我一下。好。等一下叫做即马有一个迄个 button。button 是迄个黄色的 yellow 的。黄色。伊顶头写迄个 stop。就是中止。咱咧饲掉。哪色？啥物光？哪色？若出现4的时阵，就会使放开。好。来迄个数字啊，搁来迄个数字啊。好来。爱传笔甲纸哦。好。顶头即马写的是3。是第3位。3位饲料啊，对。第3位迄个顶头是写2，我即马饲落去啊。写2，写2。即马照出来的数字是3。3饲第1位的饲料啊。第1位的饲料啊是迄个3。啥？我即马饲落去。好，安尼，搁来，即马出现的数字是2。饲甲。头一个同款数字的饲料啊，头一个是啥？头一个，你讲同款位置还是同款数字？同款数字，头一个数字。头一个数字是3。那呢，即马找到数字3，甲饲落。好，3伫咧迄个第2位，我饲落去啊。好。毋是。顶来。等我一下。安尼。即马是1。是第2位的，是第2位。第2位吗？第2位是3，我饲落去哦。好。即马出现的是2。
啊是甲头拄共位，然后共位的是即马数字是1，好，我试落去啊，好，会使即马来即马数字是3，即马数字是啥？是第3位，是第3位第3位顶头的数字是4，我试落去啊，好，好，即马是第4格，即马出现的数字是1，嘿，是甲我说。对几格？是第2位。第2位吗？第2位第2位的数字是1。我是嘞。好，尼最后一格，数字是4。数字是数字1。数字1吗？对。无过歹势有可能唔对。是只对啊！起码是4来，起码是4，中来，起码是4。是第4位。第4位第4位的是2。我起码试落去时间无够。你讲的甲你手持的无共。我迄是我试唔到，迄是我的问题。不要紧。其实还有时间是我试唔到。不要紧。不要紧，我感觉这慢慢迄个较进步啦。感觉。莫伤紧张，才有机会。我你朋友讲的是对的，真对心脏无好。对啊。你才看念着去。对啊，真正。好等来吗？应该个小等者兄水款。开讲是伊头，阮遮开讲是有人一直讲无白无听。阮遮嘛是，大家上介意即种的人。大家上无白无听。安尼等者要换啥物人？应该是换我来听。嘿。后边来上面应该照安排应该是安呢？干嘛呢？我哪是去喝水吼？对啊，可能要一段时间。无看上来个代班啊？会来代班好无？好。对啊，出哪会讲人迄个哪后无爽快，莫互伊讲伤济话。对啊，好啊。不要紧。好，安尼我准备一个，稍等我开手册。好，会使，我会使。等我一下，我甲画面小关注。我关我画面。好，然后呢，我继续用5分钟三个机关呢。好，稍等我一下，我有准备好。不要紧。做一两吹啊。好。咁就去食了啊。酷沙话讲是扑球啊啦，我头拄讲用毒的。用扑，嘿对。哎哟，我已经开始紧张啊。免紧张。对啦。毋是我。对。我准备看开啊。看开。来，等下我看下。有5条线个一个饲溜，哎哟，这困难啊！饲溜咱先来饲溜个一个是爱听电马的。好，迄个饲溜是大粒的。大粒饲溜红色的，顶头是白色字写音部。稍等写音部顶头敢有？你迄个炸弹敢有电池？有2粒大粒。2粒大粒。你饲落水棒。好过。5条线，黄色2条，红色1条。上尾迄条啥物色？红色。上尾是红色。好，你的迄个啥等红色几条？好，红色1条。好，黄线嘞？2条。好，安尼你甲上顶头1条加掉。毋对去。好，你讲拢总几条？3条。
哦，3条我来听做5条啊好。歹势。对对，我记得我讲了毋对，我讲了毋对。无代志无代志。大家拢做紧张，来对，敢有红线？有一条。第二。2条啊，你吵。第2条加条。毋对，我是无代志。袂啊袂。嗰3条头仔第2条嘛毋对，我就加第3条加落。哦，好，歹势。好，等下咱来看电码哦。电码好，电码。你是要听单数？嘿对。好。我看一下哦。哒。D 等下。打是长的。打是底。D 是长的歹势。好。D 打 D。好险，我这算袂晓看。等下哦。你爱找一个敢有哒，啊个 D 哒的字。哒 D 哒，这是一字还2字？2个字。好，哒 D 是哒啊，伫头前 D 哒是了后壁。应该无这 SN， 啊，毋过无这字。我看下。敢有一个搭长的？嘿，一个长的 T 有。T 有应该是有一个长的。无你3.58字试看卖好啊。58字好，来我试看卖。变异。哇！这真正有够这困难的。系啊。耶！这火黑阿火甲草黑伊利害死。等，小等下，我饲了毋对位。饲毋对位。我饲着过来一摆。哦。我想讲你各位蹦一摆。应该是蹦，会搁蹦一摆哦。好等来吗？应该是啊有诶。好啊，安尼等伊。那呢，我先甲我食了的碗摕来收诶。好啊，你去收碗。好。哇，安尼我要啦，我要啉茶啊。无。啉茶啊，也是开讲啊。换恁2个来收。伊讲伊等来啊。等来，我先拿你。好讲你咧食包啊？为什么你伫我开讲室讲这个话？你现在不是伫咱 Discord 讲？我不是咧联动吗？为什么你要走来我的开讲室讲你咧食包啊？来收一下碗。而且你会使直接讲话，你会使直接讲啊？无啦，因为我头先讲咧扫，所以讲一边扫一边讲。OK。无代志。无代志。有啥好方便讲话吗？有声。你会使拿食包啊，拿看手册啦。对。你小等下，讲粤语啊，看诶。听无，搁刺激。上面来听。好啊，上面来是我想一下。即马可能是好要讲迄个册对无？对。安尼。伊你即马咧无用，安尼我来听看卖好啊。好，安尼我分享我的画面。安尼2个画册人要收台。2个画册人。你算是画？你算画册人吗？伊你毋是。伊你敢是我毋知。伊算画册吗？毋知。我会记你，我知影伊是草。所以讲啥物人要迄个讲迄个，好要讲吗？没有我吗？对。我即马咧是等摆啊。
你即马 stand by， 安尼我要开啊，我要开啊。你开啊。好，安尼我开始来哦。来哟。来。来你倒手边顶面迄是啥？等我一下。等我一下。好。伊即马搁咧走。好，迄个我即马有拄着一个 button， button。伊是红色，伊是红色的。红色的。伊讲要试落去。红色无啥呢。无啥红色，我看卖分条。应该咪开始啊。你的灶头对面敢有？对面灶头敢有电池？电池的话，我看一个哦，一个大电池啊，等我一下哦，倒打一个大电池尔。一个大电池，还有其他的无？无。其他的无。敢有图？奇怪的图？奇怪的图是偌奇怪？是种符号敢有？符号。你是讲迄个试落去遐吗？还是讲边仔敢有符号？因为我遮看袂到，伊无讲红是要试啥物？无啥呢？你是讲序号吗？还是讲？你是讲迄个英文的迄个数号吗？还是？英文数号，我看一个。好免。我讲你要互我睇死啊！袂。英文有啥物？所以讲是要找迄个箱仔边仔迄个英文的数号对无？英文数号。会使。有吗？需要吗？不要紧，你只讲就使啊。迄是 QD 5 DG 5。QD 5 DG 5，看这个。为什么我算得到这么困难啊？看嘛这。来 QD 5。力居5。力居5。来找无 ？QD 5力居我看到。你敢确实迄种指示灯诶？敢有指示灯还是无？你是讲迄个 button 顶头有指示灯无？对。有啊，有指示灯。指示灯 QD 5。QD 5。这我哪有看无 QD 5。奇怪，伊这哪好我看着无共款。不要紧的，但是我要升别项，我搁有一个迄个 keyboard 会当升。好，我你 keyboard 好啊。keyboard 的话就是迄个头阿辉有讲一个笑面的人。笑面。顶头有迄个阿辉的目睭，搁一个迄个字。对。我知。过来就是一个迄个 question mark， question mark 去倒过来。question mark 倒过来，有我看到啊。过来就是一个迄个头讲的一个不头的吗？对。有看到啊。过来就是不头迄个是伫倒位？不头这迄个是伫迄个正手柄倒手柄下骹。正手柄顶头。正手柄顶头好。好来，安尼。过来有一个迄个，那像是一个花蕊倒，我想一下。花蕊。一个三角形的瓦车轮有一支手。三角形的瓦车轮。倒三角形的瓦车轮，有三支骹。三支骹。我看到。好来，你讲你迄手柄迄个是伫倒位？正边的倒边？倒手柄顶头。倒手柄顶头，试看觅。试看觅。因为照迄个顺序是为顶头讲落来。伊是为顶头讲落来哦。为顶头讲落来，我看觅啊。所以讲你讲顶面迄个是啥位置？顶面个倒手柄顶面迄个是啥？倒手柄顶面迄个是迄个笑面。笑面好试落。我头试过。
好，啊，我刷来是刷是多少？不要紧，我相信你，够5秒。啊，不然OK，我先确定一下，我头看迄哪像无顺序，就是我珍珠，就是讲，迄是可能是看了，等下阮来看一下手册哦，阮来研究。我追到啦，是第4排，啊头带应该是葡萄，啊个画册人，啊个颠倒饼的文化，啊个笑面安尼。颠倒饼符号伊有2个呢，学员马克有2个呢。手头，你手，你手顶有2个。好诶，迄个较生做无共，会感觉。你看敢是中文版的？是啊。是哦。迄个好，你先为迄个上头前，你看一下是毋是 TW 版的，就是台湾。就是应该是迄共款的。TW 版的啊917啊，对吧？对。你讲有4个 keyboard，有4个磁钮。等一下，我先分享我的画面，迄个，好，你看我的画面者好无？我来看。我的画面即摆有一个 keyboard， 甲你共款吗 ？keyboard 看咩？我也是写做安尼，甲你共款吗？对啊，同一个。因为这是安尼讲的意思，就是讲这就是围顶头安尼看来，就是讲。是第2个安尼吗？伊有6排嘛，对无？啊，就是6排看迄4个 keyboard， 拢伫内底。就是内底有啥物符号就是迄排。对。啊，上头前的是要试倒一粒。亲像阮头是第4排的款，啊，第4排的款，啊，第4排的时阵，就是你先讲迄个围顶头讲来，就是讲迄个不头，啊，过来讲话册里。不头过来是看倒一个哦。啊，过来讲 question mark， 过来讲笑面安尼。啊，是开始猜词啊。不，不要紧，因为你头一摆，所以讲可能对啊，唔捌点看。啊，大粒饲料啊是红色的，所以讲。我都看到红色啊，伊是无啥红色呢。我来看一下。其实有第6点，就是讲若写饲着的红色。就饲一摆放开，若全部拢无就饲咧。看第2条，啊第2条闪啥物光，啊来，就是伫咧啥物时间安尼放开安尼就好啊。对。若是顶头无写着的状况，就是安尼处理安尼。我感觉恐怕爱算一摆才会知影。对。这样的表达。我即摆有一个想法，就是讲阮头迄个阿慧甲我拢试过一道。迄个伊你要来听看卖无？啊好来讲。我来听。好，对不对？阮今日就是用。我太习惯买。阮今日就是用阮的肉心来互迄个阿好练习。这个有够委屈的咧。这种代志就是爱加练，对。对啊，加练习才会知影讲。你是讲肉心死去爱加练习才会关系啊？这嘛是爱习惯啊，这嘛是。原来是安尼啊！你迄人，你迄世间要做工课嘛是爱习惯者。有影咧。安尼就是。准备好未？好啊，我点嘛好啊。来，赶快5分钟3组，来，咱来开始。好，我来考一个是啥？啊袂，等下。我真无信心呢。哎呦，还有出息。南部飘向完了。歹，一下歹。咱先来看大粒饲料。哎呦，伊是白色的，顶头写饲落。白色的写饲落，咱是 CAR。无，我看者哦，无，安尼饲落。无，毋是。白色写 CAR，还是伊炸大顶面写 CAR？伊敢有写炸大？
顶头站大边啊有写字，毋过无写啊。毋是写啊。嘿。啊，无你先饲迄个饲柳看觅。饲条还是饲水棒？迄个水棒。饲水棒，毋对。敢有光线无？无，迄饲条才有光，等下哦，我。饲条敢有光？白色的，白色的，白色的。白色，伊敢有走数字？无，顶头写偌济，爱因为有一个时钟，伊爱到倒一个数字爱放开，安尼。若是白色的，你显示1号开始放。出现1就通放晓。对对对。哦，过。啊，哇，刷来爱看电码哦，你敢袂使？嘿。电码，我是电码。迄个模式。下骹模式密码。对。等下我下一个。伊即摆是走啥物？你看我走一个。伊是即摆在显示，所以讲我爱小记一下，但无困难。哦，是用看呀。伊即摆是底一个光点吗？光点吗？敢是一个光点？对，因有一个电有电火。有电火，啊！你光点有几个？伊即摆伫试，所以讲我爱看伊试的。哦，你先看伊试几摆。伊试几摆了后，你就先记个数字安尼。伊敢试几摆？对了。伊是一个单数，咱爱用伊是倒一个英文字，啊来英文字对因讲倒一个数爱。爱调整到倒一个数字安尼，等下。这个数字敢是 H？ 啊不，等下。好。定来。将是的顶号来摇出正边倒一个数字来回应顺号。来，今嘛我要来报哦，有一个是滴答滴。等待，歹势啊！搁一个是等，敢有这两个字的组合？等 F。嘿，45秒。我来 F。啊，搁等。L。嘿，你下骹敢有？这个组合的英文字。哦，我跟你讲 ，FLIC。数字偌济？数字偌济？355，一个3啊5 3.55。我你过啊！3秒我剩1秒啊，无要紧，头段迄有过着。不要紧。你真困难，不要紧，因为我进步做济。嘿，因为上尾啊，伊的迄个线是有加电火，迄加电火的线有够困难。对，我你常常没听过。等下我看一下迄个含电火的线是，我小看一下。电火线是第13页。上困难的。迄上困难的，迄我嘛袂晓。迄是讲我这个机关内底线生啥款啊？电火是这条线爱加还是无爱加？这条线，嘿，这条线生做啥物款？啊，若毋是就要创啊，若是就要创啊安尼。哦，这条件有介济。所以这个若爱表达嘛是真困难，毋过有2组解决啦，这应该因讲真够啊，真够无问题啊。对啊，真够啊，对啊。嘿，好，阮刚刚都做忝啊，
心中拢出忝嘛。先休一个，啉一喙仔茶，刷落来换我来读，想要来改炸弹。我想者哦，你讲啥物人要来听炸弹吗？还是？好啊，阿慧你要来用吗？好，我搁听一摆。好，我搁啉一喙啊。紧张。好，那会你准备好就甲我讲一声，我差不多。好，我凊彩拣一粒。好。紧张啊！免紧张，关系就好。有影。应该愈来愈关系。好，来开始。好，请。好。有迄个线环的，有5条。5条。上尾一条敢是乌线？对。炸弹边啊，敢有数字上尾字是起还是加的？你讲迄个数号哦？嘿，对。上尾是卡数。卡数，我看下。敢有红线？无。敢有乌线？袂，等下，有乌线，加第1条。毋对。嘿，对啊，毋对？毋对，过来一摆。对，拢总5条。5条。嘿。上尾一条是乌色的。嘿。等下哦。敢有红线？无。无红线。嘿。上尾啊数字是偌济？是1。第4条。好。嘿。好，对。好，刷来。迄个数字有4个，起盘有4个起的。好，等下我想。好来。第一个数字是3。3，稍等一下。好。3是第3位。好是4，我试落啊。好。刷来是2。刷来2，甲头拄共一位。好。对。头拄第3位的数字是偌济？一开始是4。头拄应该是2。应该是2好。因为头拄电话禁掉，所以我看无。好，即摆的数字是4。即摆数字是4。是数字4。好。第几位？第3位。好，来。即摆数字是2。数字是2。是头一位。好。刷来。数字是3。甲头拄共款数字的市率甲试落。耶！好水哦！刷来是咱上讨厌的。电波要来啊！好来，你小读者我来。好。短，稍等下，短，啊个短。哦，我找一个短。敢是甲头拄相共？短，有机会哦，等下哦，3.555。哦，好。耶！水。哦，还有无？应该过啊！应该挖了，挖了啦！总算挖一摆。水。
惊死！紧张啦，惊到安尼，哎呦，会惊惊到安尼啦，哎呀，哎呦，我这强的，哦，真正开讲时大家人嘛拢做紧张诶。嘛就紧张。要是大家都斗志而且我大家咧生活就紧张诶，即摆看嘛就紧张。莫紧张啦，我感觉无适合算即种诶心脏，无可能会讲这是心脏病诶游戏。哦，我即嘛冇。我了解。我之前算无即个感觉，毋过开海先算有即种感觉。哦，真都较紧张吼。你是了解的。哎对。迄个我即嘛有一个想法是安尼，就是迄个因为时间差不多啊，对无？我想讲，阮等下搁算一下，阮就差不多做收束，安尼。阮等下因为要上后壁，我想讲来算一寡淡薄仔刺激，就是阮等下3个人，就是有游戏的人，就是讲我，譬如讲我来听恁3个人做伙讲。做伙讲好啊，袂歹啊。啊，就是我来听恁3人，就讲恁拢讲恁的不要紧，就是你看，啥物人要讲啥物人，拢会使。咱来较刺激啊！我讲英语。嘛是会使，我相信你。我讲华语，直接讲英语，我讲，安尼甲你讲，安尼伊哩，讲日语啊。讲日语，日语还听有呢。无啊，一个讲华语，一个讲英语，啊，一个讲日语，安尼多好，哪会无共款？直接叫伊莫吃较紧。先拢用台语好啊，先拢用台语啊。先拢用台语。我想我今日拢讲台语，我用若是讲华语，我会讲袂过。我一播歌手，像歌手啊，要无法度。安尼就是我来听，我是应该有机会啦，我应该有机会中听。真正是歌手。在恁。安尼我分享也是迄个其他人会咱分享迄个手免，那像免啊。安就是我先跳，我先跳。好。我会是较简单啊，因为我会就是要加后壁。对。安尼就是等大家准备好啊，我就开始。好，我好啊。我手说明书已经叠蛋了。好，安尼等我一下。阿好，你好吗？我伫遮。安尼就是佮讲一摆，就是等下3个人，恁不要紧，你就讲，我就一摆听。对。好，来，安尼我准备好啊。安尼，下面就宣布有啥物机关啊？咱虽然看着。迄个有沙雕线。线滚目来好啊。沙雕线。有红色的。无红色的。无红色，你加第2条。第2条。好，解决啦。来就是一个 button，啊，伊是迄个红色的，啊，伊写迄个音符。红色的。有电池无？啊？你敢有电池？你看你4周。电池的话，电池有2粒细，我想想，2粒细的电池。好，7个水棒。红色音符。红色7个水棒。7个水棒吗？对。好，过来是一个迄个菱形的，有4个色。4色，哇，这4色。就是蓝色、青色啊，红色甲黄色。即马4都一色。即马4个是红色。稍等者，你看炸弹边啊的序号，伊敢有母音的英语字？CLR 应该是 CLR。AEIOU 是母音。安尼无。那呢头一个伊即马4个是倒一个光？我先确定一下，你讲的是迄个3个数字的迄个？毋是较长的。你是讲序号对无？对。对。等我一下，序号的序号有 A。有 A 好啊，即马写红色的。红色的啊是蓝色的。蓝是迄个。好。对。即马是。即马是我试了以后变迄个红
红色加黄色。咱呢是蓝色甲青色。好，蓝色甲青色是无？嘿，对。好，即马是黄red yellow red。拿车拿。拿车拿。嘿。即马是 red yellow red red。红车拿车拿拿。拿车拿拿。哦。过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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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。是。阿辉，你头是毋敢讲话吗？还是？无，我头一摆看即个模组啊，看无。你未看到，迄个看过，无要紧。这我有经验，我来处理。安尼，起码要来话伊利无，还是要来话阿辉？好，我来，我会使。但是迄个阿辉甲伊利拢算过者，安尼阮三个人安尼拢一遍，安尼就结束。会使。好。即马我点先报迄个机关啊，恁家己来虽然看一下啊，看一下，嘿，对。然后我先等下3组5分钟，过一摆。3组好。好来，开始。来。嘿，我看时间唔对，哎呦，有直的线，啊个数字，啊个宽的线，咱先为宽的线开始。好。宽的线有6条。6条。啊，有黄线无？黄线1条。黄线1条。啊，白线有几条？无白线。无白线。无红线吗？红线2条。红线2条。安尼，第4条。过。好。换直的线。直的线来。直的可能较困难。第1条线蓝色的，有滚有青，敢要加？你讲迄个线是蓝色的是无？嘿，蓝色的。总共几条线？伊是爱看这条爱切还是不爱切？你是讲直的啊？直的。安尼咱为倒手边来头一条。嘿，对，头一条蓝色。蓝色，敢若蓝色。有电火。有电火。有青。等下，伊这线做歹看。哦。你讲就有青有电火。蓝色的。蓝色的，无红色的。无。靠腰看无。那OK。请问你边仔敢有迄个有一个叫做 parallel 的迄个 ？parallel 有安尼加掉。无 parallel 有迄个啥？无就卖加。无卖加，咱换后一条是白色甲蓝色有电火，无青。白色甲蓝色有电火。真歹看，这真正有够歹看。你搁讲一摆歹势。白色甲蓝色的线，有电火。有青无？无青。有电火。卖加。不对，有迄个 parallel 无？我这粒早大边啊是网络的接头个。卖加，还有一条。卖加，好，还有一条白色的。无电火，无青。请稍等哦。无电火，无青哦。嘿，是。加掉。嘿。上尾红色有青，无电火。红色有青，无电火。红色有青。无电火加。对，上尾数字，嘿，即马是数字4。4。数字4。是第4个。第4位是数字3。好，倒位数字3。条数字3出来。是第1个。
试第一题好，即马是数字2。你是第一阶段你试的迄个数字共款的也是共数字。讲数字，共数字。共数字好，稍等者。是我试看觅。即马是数字3出来。好，数字3好。咱行你第二阶段试的迄个共所在。共所在。共所在。共位吼。讲位嘿，共位。好，煞来是数字3。数字3含你第4阶段你试的迄个数字共款小讲位的，嘿，共位也是共数字。啊，不是讲数字，讲数字，讲数字，共数字。过好过。头段无，头段是，这个对啊，这无共的答案我条的。起码给你害死，我踢你啦，不要紧。不要紧。咱上无甲迄落直列线解决，迄直列线有够歹读的啦。阿辉足厉害呢，我头看的时阵看足久诶。迄看有嘛真厚呢。对啊。看上无5解，才看有讲这边创啊。我向看会响啊。对，我想讲你开始真厉害。我头真正看足久诶。向看会晓嘛真厉害呢，因为对啊。我看者伊是线个电火个星是一个箍仔，箍仔箍着倒位箍着内底数字，再来决英语字，再来决定讲再加无爱加呢。嘿，真困难。头拄仔你讲逐项拢无的时阵，我上紧张，我就想讲靠腰逐项拢无是倒，再可能外口一个 C。对，上外口啥物拢无就加掉就好。若是的顶内底拢无的，外口迄个是C安尼对。对，就是上顶头即个 C 是若啥物拢无就加掉安尼。原来是安尼。譬如讲头带上头一条是蓝色，就是看乌即条线，乌即条线，个有星，个有电火，就过来看讲。星甲电火一箍，拢箍做伙，就是英语字的 D 嘿，就是迄个卖加着，对，就是卖加，会变做安尼，够困难，复杂，有影，真正有够难。其实我头仔想到一个做趣味的代志，就是阿辉算是跟阮今日的 MVP，就是，我真搞呢。我思想这解，就是我发现一个代志，就是讲伊若是每一摆阿辉咧讲的时阵，像迄个人拢会当活落来，每一摆伊算的时阵，伊拢会死去。我无适合跳炸弹啦，我适合看。不要紧，对，我拿回来跳，我买使来到3个。起码最后的是我阿辉你来跳，阮3个来讲。我看到一粒炸弹，或者意大利面，我感觉这名做好耍，咱来算一粒。好，有六粒哦，有6个模组哦，有6组，嘿，6组来哦。安尼时间有较长无？安尼有5分钟，5分钟。安尼毋是赶快吗？来试看觅。时间敢有够？对啊，毋知哦，足紧张的哦。好，安尼等阿辉你好。我好啊。等下我甲摕起来。迄个环的线，哇，有2组，头一组5条，5条，那5条上尾条敢黑色？无，敢有红线？2条，无黑线吼，有，伫上顶头，有黑线，嘿，那安尼加。头一条黑的加落，好过。来第2组4条安尼4条有几条红线？无红线。最后一条线是啥物色？蓝色。蓝色有几条？2条。蓝色有2条。
黄色的有几条？黄色一条，黄色一条。嘿，我搁确定一下，你讲迄个无红线对无？对，啊，一条蓝色的是无？两条蓝色的，两条蓝色的，啊，黄色的一条。一条嘿，安尼加第二条。第二条好过，嘿，好，好，再来是迄个一两三个 A B C 的，一两三个 A B C，伊是环的，等我一下，我先看一下。是讲环的，嘿，一两三个 A B C，诶，一两三，对，稍等我者，啊有，就是迄我这个，无电话，我啥拢看无呢，啊有啊，第一条红线敢是倒一个？稍等了，即马是，即马有啥物线？即摆有红线甲蓝线，稍等者哦。来，红线，红线甲蓝红线，红线的三 B，红第一条是啥物色？第一条是蓝色，蓝色啥物字？一 C，卖家，my 啊 god，第伊个有两个四条是啥物饲料呢，嗯，伊个有两个饲料呢，有两个是你有顶头甲下骹嘛？对，迄两面爱换，两面爱换。好，啊第二号是啥物线？无线，第二号无线，第三号红线到 B，红线。卖家，好，安尼后一组后一组嘿， 4A 红线，6C 蓝线，等下，等者先讲上顶头是啥物线？啥物线？红线红线。红线接着倒。 ，C 为 C 接甲 A， C 甲 A 拢有，对，C 甲 A 拢有，卖家。毋是 C 啦，C 甲 A，哦数，C 甲 A，嘿，用，卖家。好，my god，好，过来6到 C 是蓝线，那线到 C 对，加掉。等，5无线歹势，5号嘛，5号无线，就是线内迄条线啥物色？线来是蓝色，那是到 C 嘛，对，加掉。加掉，好，后一一组，好，7号黑色到 A，面部后尾，你上顶头啥物色就好黑。色黑色甲 A 加掉。加掉，好，线来无线，线来红线，红线到达，甲 C，甲 C，即马是第三条红线吼。对，安尼红卖加。线甲 C 卖加，嘿对，卖加。好，上尾蓝线到 B，那线甲 B 加掉，好，线来蓝线甲 A，加掉。黑线甲 C，黑线甲 C 加掉。加掉。好，过来共款的蓝线甲 A，这是第二粒，第二组好，那线甲 B 卖插甲 A 面，甲 A，甲 A 卖插，甲 A 卖插，线来无线，后一组黑线甲 B，黑线甲 B 加掉，黑线甲 A，加掉，红线甲 A，卖插面，好，6粒卖插面，蓝线甲 A，那线甲 A 加掉，无线，线来无啊，线来人无啊，人无，这是叫做 spaghetti 的原因嘛？迄做这线的啦，对，线到这，哦，原来是安尼啦，这线真正有够济，我看到火气啊！真正会去，嘛淡薄困难，有影，我伊哩头讲到一半的时阵，我就一定火气啊！想讲这是对一点，我已经火气啊！我用手指头啊，伫个迄哦，哦，我迄表内底用笔的，巧巧人拢是安尼做的，我手淡薄水。这真正是困难哦，是因为迄个线做者叫做 spaghetti 嘛？我看到对这对，高追，咱头拄是第四组吼，
应该是第四组是啊，是时间头啊，佮车条佮有啥物？佮有迄个啊，直个迄个线，就是爱看迄个上困难的迄，对，小困难了吧？上介意的迄组，真的看无。迄有两个哦，两个哇，一个就头壳摸咧烧的，佮两个，有影，你是到倒一张去？第5种，哇！我想讲迄名看起来，想讲迄名看起来做好势。我讲想讲看遮尔复杂咧，原来是遮尔后壁诶。歹势。哇！我刚上后壁算这做好算诶。对啊，刺激。我较加嘛到第四。哦，安尼哦，第四呢？啊，无第三就过诶。哎呦，之前甲朋友算到遮后壁。哦，无有一个选项，就是会使甲你无算诶嘛拍开。哦，原来是安尼。原来是安尼。头拄发现诶。哦，你头发现啊？你著选上后壁，你想讲试看安尼。伊上尾是第7种啊，第8种。哦，了解。这差不多伫中应该要会当，结果袂当。中我伊差不多到第4、第3就真困难嘛。哦。好算呢，好算，我感觉嘛做好算，真刺激啦！以后若是等迄个好，若是迄个出海，阮个会当过来算。对啊，我无说一味啊！我想讲看，以你看用，对啊，用叫，我爱子歹势，算无够开。想要问一下大家最近哪有要宣传啥物物件无？宣传，因问伊你敢有要宣传啥物？我是即礼拜拜1甲拜5个拜礼拜有放啥？伊你哪条即礼拜拢会耍游戏对无？哎呀，拢爱拍电动。你要一直拍电动。了解。系啊。好。最近应该是无啥物要宣传的，应该阿慧有节目通宣传。哦，对啊，有新气味。啊，对，我可能煞袂记。哦，你家己袂记啊？嘿，我迄个，我讲哦，就是我伫迄个12月28号，我有一个新年新5万的迄个投资马子，就是2代啦。嘿，就是 call in 敲电话。毋对 ，call in 敲电话。你若是 VTuber 的朋友，你会使去我的 Twitter， 会当看到一个吼 VTuber 朋友敲电话入来的迄个表单。嘿，你若毋是 VTuber， 你是普通的观众，嘛会使伫我的 Twitter 找到一个，互恁投稿，我会甲恁的新年的新5万读出来，嘛是一个表单。嘿，所以大家会使去我的 Twitter 找一个。你若无我的 Twitter， 你就直接敲找迄个单火季陈火蛇，你就找有啊。表单内底有啥物问题？还是讲看去入去较知影？拢是简单的问题，嘿，就是问讲你新年有啥物新的5万，佮有就是有啥物话想要甲阿慧讲的，就安尼尔啦。了解。毋对。好，安尼我这边的话是迄个12月23号，就是后礼拜1的时阵，暗时7点的时阵，我会来教册，哎呦，来甲大家讲迄个就是大航海时代咧创啥物。因为迄个即个时间的迄个国中生应该差不多国3的学生差不多咧学即个所在。若是你是国3的学生，还是讲你想要个复习一个讲，也讲迄个大航海时代咧创啥物，嘛会当来安尼来看安尼。对，大家拢会使准，大家拢会使准，对。好有啥物要分享的，还是要讲的无？无真是无，因为新每年到尾好海成果，所以我即马觉得我咧欠钱。好，我另外问一个代志，即马系，我想讲，咱军幕即马 Twitter 嘛有在用啊，所以讲大家都会使去看伊的 Twitter 内底啥。对。咱军幕内底 Twitter 有。我现在想到写一寡有诶无诶。有诶无诶嘛会使啊，就是有啥物件。对啊。我大家加熟悉你到底看啥物咧？
嘛有开一个就是台语小教室，就是我就是会摕一个，就是相片内面有一个词嘛，有看见啥物词，我会歹势，我会摕另外讲即个词伊诶白话字啊，伊诶教路啊，佮有华语是啥物，全部拢写出来安尼。哦，了解。台语小教室，即马得到第二天尔。了解。要紧倒来。啊，恁后礼拜阁有要耍Minecraft吗？明仔载吧。有明仔载。哦，了解了解。好，安尼差不多，大家阁有啥物要补充的无？我无。我遮嘛无。安尼就准备要甲大家说讲拜拜呀。再会。好，应该差不多，我嘛先来收一个。好，安尼我差不多我等下我遮先挂掉，啊，我甲我的观众做一寡小数。啊，恁要安怎？无问题。好，大家拢辛苦啊！大家过年敢有啥物计划？跨年的时阵。上班。我过年上班。你遮艰苦嘛？来临世间啊，一个我上班。辛苦。控制5年头一工嘛咧上班，安尼嘛真忝。阮敢好啊，咱今日这个跳炸弹就先到遮。嘿啊，咱明仔爱记得来看迄个哦，爱看迄个咱的 Minecraft， 迄个老人会，咱看要来继续学片空，还是要破铁其他咯？嘿，阿辉就先甲大家讲再会。多谢咱绿克车上，绿克车再会。库沙瓦多谢你补充，库沙瓦再会。搁有句子再会。搁有西语再会。咱就明仔再过来见面。多谢各位哦。拜拜。